星辰照耀，天空照耀，仿佛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起来进入今天第17天使徒行传的共读。今天要请婕妤执事来带领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今天一早能够聚集你的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陈牧师的带领，一起读神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活力来源。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好，谢谢。读使徒行传是很有乐趣，能够看到不同的人、地方、事物，还有看到上帝不同的带领和作为。昨天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前半段看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受到的控告，他在为上帝做工的事上遇到争辩，那他也尽力的还原来解释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提出6个见证人有力的证明。那还有就是他也观察出圣灵在外邦人的恩赐并没有差别。那还有就是彼得成功的论辩让最后大家众人就不再论辩，而是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在同一个时段当中，就是因为司提反的事件，那在其他的基督徒分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从这个第8章司提反迫害之后，第8章讲到了腓利去到了沿海的地区，然后讲到了大马士革扫罗的悔改，那也讲到了这个彼得到腓利所传福音的地方，又回到耶路撒冷。那接下来路加要带领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我们请婕妤来带我们读今天的11章19到30节。这时候，信徒们因司提反被杀事件所引起的迫害而分散到各地去，有的远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他们只把信息传给犹太人。但是另有一些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有关主耶稣的福音。主的能力跟他们同在，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了，归向主。这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巴拿巴到达的时候，看见上帝赐福给那边的人，就很高兴。他劝勉他们，要大家专心一意的信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有坚强的信心，于是许多人信了主。后来巴拿巴到大叔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有一整年的时间，两人跟教会的会友相聚，教导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在这时候，有几个人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安提阿去，其中有一个人叫雅加布，他得到圣灵的启示，指示站起来预言天下将有严重的饥荒。这事到克劳地在位年间果然发生。于是门徒决定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捐钱救济住在犹太的信徒们。他们就这样做了，托巴拿巴和扫罗把捐款带给教会的长老们。好，谢谢。
那我们从巴拿巴行传是接续腓利、扫罗、彼得到这个约帕，到凯撒利亚还有约帕的这个行程。那11章19节一直到12章的25节，那就是要第一次布道旅行之前，那都被算是巴拿巴的行传了。那今天的19节提到，信徒们因为司提反事件而遭患难，四处分散，所以这些都是门徒。那门徒从8章1节、8章4节，那除了腓利之外，虽然那这里还有，但是没有讲到哪一些的门徒，那但是他们去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腓尼基是在推罗西顿沿海一带那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地中海上的岛屿，第5大的岛。那还有安提阿就是在这个叙利亚跟基利家的这个交界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罗马第3大的城市。那腓尼基大概就是在推罗西顿。好，那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可以看到腓尼基的这个存在。好，那腓尼基同时这个腓尼基地名它原来意思叫做棕榈之地，所以应该是种了很多的棕榈树。在当地有很多的棕榈树。那腓尼基跟希腊在希腊城邦当中，希腊都是在爱琴海一带，在地中海的北岸。那腓尼基呢，比较是在地中海的西岸，还有南岸，一直甚至到西班牙的地方。好，那腓尼基是以他们的海上的商船来闻名。好，但是这个腓尼基主要是在这一块，就是叙利亚大马色，在靠海的地方，所以离耶路撒冷就更远。那塞浦路斯居比路，那这个我们会在保罗第一次的布道旅行会看到。那还有来到了安提阿，就在腓尼基的更北边。所以这些因为司提反事件四散的门徒越跑越远，那应该都是因为扫罗的关系，因为扫罗一路抓人，从耶路撒冷逮捕基督徒到了大马士革，那所以就更多的门徒就跑得更远，跑到腓尼基，跑到居比路，跑到安提阿。那这也是安提阿开始有许多信耶稣的犹太人到这里来，就是这群的门徒基督徒。那安提阿在主后第1世纪的时候，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第3大城，那人口呢最高可能达到50万左右。好，那在主前的300年，是由这个安提阿的一个西流基一世来用他的父亲的名字安提阿古来设立这个城市。好，那是罗马叙利亚省的首府。那也是罗马帝国他要把整个东方能够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镇。那也是一个国际的大都会，因为加上它的航行还有它的四通八达，好，所以安提阿是一个大城市。好，从2000年前，好，那现在安提阿就是土耳其的安大奇亚或是安大基亚，好，这个城依然可以看到它占地非常的广那但是已经跟在旧约时期非常不大一样。好，那可以从这个空照图看到它也像是一个放射型的一个城市的开发。好，那这个老城区那有经过一条河，不过这个河有改道。那这个河的右手边就是往海边地中海去，左手边就是往罗马的方向，往陆路经过大树，所以基督徒被迫害就来到了安提阿。好，那来到这个地方，那20节甚至但是在这个这群分散的门徒呢，他们不向他人传道，只向犹太人来讲道。所以他们还是比较保守，因为他们都是有犹太背景居多的基督徒，
所以他们所接触传福音的还是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我们从第9章、第10章、11章就可以看到这个枷锁呢，一直钳制着基督徒，让他们不敢，犹太人的基督徒不敢跟外邦人来接触。但是在当中，他们也到了安提阿，也像塞浦路斯还有古利奈的信徒，那他们就会这些呢是从塞浦路斯来的，从古利奈来的，那他们就会向外邦人，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那在和本的注解小字说，也有说像这个希腊人，也有可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不过这个看起来就是他们不是只有像犹太人，也有开始像外邦人。那能够像外邦人，那可能也是把他安排在彼得跟哥尼流事件之后，就是彼得已经为外邦人，真正的外邦人意大利人的百夫长来受洗礼这件事情了。那他们传福音，那上帝也借着福音，主的能力跟他们同在，或是主的手跟他们同在。那这里提到了信而归主的人就增多。所以只要传福音，上帝的圣灵、上帝的手、上帝的能力就同在，那也让教会的人数信而归主。那个归就是转向主，本来不是向着耶稣的而转向主。22节这个对不起，这个有提到这个来自于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岛，还有来自于古利奈，就是在埃及在过去的北非这个现在利比亚的地方。那又有这一群的外邦人，那他们来到安提阿教会。那这消息一样也传回到耶路撒冷，但这次呢，耶路撒冷就没有再像之前要跟彼得辩论一样。那就是他们就乐意接受事情，甚至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巴拿巴到达的时候，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那赐恩就是赐下的恩典、恩惠，或是恩赐。那不管是他们有什么样，但这里就没有提到安提阿教会的内部情形，到底洗礼的事情还是圣灵充满的事情，倒是没有提到，倒是知道说上帝的手、上帝的能力与他们同在。那巴拿巴就劝勉他们要专心一意，立定心志，来恒久靠主，就是不能离开主。既然接受了这份信仰，就应该要持守到底。那巴拿巴他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的最后面就已经出现。那他把他在塞浦路斯的田地卖了，那奉献在使徒们的脚前。那这是巴拿巴，他的名字就是劝慰子，安慰之子，那就是很会劝慰，所以这是巴拿巴第3次的出现。在第9章扫罗悔改之后，那去到耶路撒冷不被接纳，但是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他，代表使徒。那这里继续提到巴拿巴，巴拿巴是个好人。那这个好人呢，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只有各提到一位。路加福音提到的好人是路加福音23章50节，叫马太约瑟，他是一个议会的辩士。那另外呢，提到在使徒行传提到的好人，就是指这位巴拿巴。那可能是他们在信仰上、道德上，那不仅是义人，那他们也是一个人际关系各方面都很良好的人。那这里特别再回来提到他蛮有圣灵和坚强的信心。那这个形容呢，就是上一次形容就是在司提反的身上。所以在这里虽然司提反殉道，但是司提反的影响力，或是说圣灵所给予的生命和信心，也在巴拿巴的身上。所以巴拿巴到了安提阿，那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前面21节讲到主的手与他们同在，那24节又讲到巴拿巴来之后，又有许多人归附了主。所以在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不断在增长。那巴拿巴来也给他们带来祝福。
那在这里又强调巴拿巴除了在当地安提阿的传福音带领人信主之外，那巴拿巴发现教会需要人手，或是教会需要有教导的人。那所以巴拿巴在第9章就已经认识了扫罗，那他知道扫罗在大马士革3年，那他能够有能力能够证明耶稣是基督，而且他也能够驳倒，就是辩倒这一群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所以巴拿巴想起了扫罗，或是他一直都知道扫罗，而只是现在安提阿离大树比较近，所以他就去了大树找扫罗，也找到了扫罗，就把他带来安提阿，甚至在那里有1整年的时间。巴拿巴2人就是巴拿巴和扫罗跟教会的会友相聚，在那边教导许多人。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倒是没有强调所谓的神迹奇事，那像腓利用很多的神迹奇事医病叫死人复活，反倒是安提阿教会在这里呢是因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然后他们不断的讲道，那就有上帝的同在，那就还加上巴拿巴借着圣灵和信心，那又找了大树，去的大树走了扫罗，那在这里教导，所以安提阿教会整个的复兴甚至不会逊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安提阿跟大树的距离那很近，那就是在几十公里的距离当中那在这一段的时间那就是扫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的做工呢，就开始让这个福音从原来的耶路撒冷那不断的向北本来到大马色之间都被迫害，那有人跑到居比路，有人跑到安提阿，现在扫罗在大树，在他的故乡也带来安提阿。那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很常用基督徒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那也第一次这样被称呼，甚至路加都做了这个做了整理，就是基督徒这个名称呢，在使徒行传就记载，而且是从安提阿开始。那基督徒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基督的跟随者，那英文叫做 Christian， 那前面是 Christ， 那后面是 Yen， 就是基督的人，那他就是像基督的人或是小基督，那他的意思称基督的跟随者，所以他不是耶稣的跟随者。那因为耶稣已经在五旬节那天被传达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不再跟随的是耶稣，福音书看到都是在跟随耶稣，但是到了使徒行传是在跟随基督。那这个基督徒就一路沿用到现在，但是我们看到这群基督徒原来是谁呢？原来是门徒，因为这里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所以不是信徒，是门徒。那这门徒呢，就是要跟随基督，所以他们是有一个见证的生活。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说有受洗，或是说身上信耶稣，身上有挂十字架，那或是我们自认为是基督徒。但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的基督徒呢，其实就是那时候的门徒，是门徒。所以应该对今天我们的来讲，这个生活的标准还有跟随耶稣的心智是更高的。那最后27节，这时候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安提阿去，那这些先知他们为什么要去到安提阿？可能跟需要去那边教导有关。好，那这先知是讲预言，讲预言呢，也是在讲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所以这些先知去到了安提阿，那这是复数。那其中这些人当中呢，下到安提阿，其实我们来地图看是往北走，只是耶路撒冷地势高，所以耶路撒冷去任何的地方都要去耶路撒冷都要上耶路撒冷如果离开耶路撒冷就是下去到哪里，下去到哪里。那
其中有一位先知叫做雅加布，那这位先知雅加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蝗虫，好，蝗虫，好，那所以取名叫蝗虫。那他就站起来，借着圣灵的指示，好来预言，好将会有蝗虫，好就是会有饥荒，这饥荒大部分都来自蝗虫。好，那是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好，那可能，所以他的使命就是要来传递这个饥荒的讯息。但是这个先知的预言呢，好是真实的发生。好，所以路加好这边记了一笔，这是果然在克劳地年间，好果然发生。那克劳地皇帝呢，好就是就和本翻成格老丢，好就是克劳地。好，那这个克劳地好这个皇帝，可以这里看到他在位的期间就是主后的41年到主后的54年，因为罗马皇帝的历史就更加的明确，所以只要路加把当时的皇帝名字搬出来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可以借着罗马的这个帝国的历史就可以对照。那所以在克劳地当皇帝之前呢，好，那保罗他是在主后大概35年信主，然后中间去了亚拉伯，还有回到大马色，大概有3年的时间。那后来他去到了耶路撒冷，被逼迫，好，那他不知道是暂时的休息或是隐退，好，在大树的地方。那后来那在保罗好自己提到他有被提三层天的经验，好，因为这当中有14年，好，过了14年，好，那这个巴拿巴好才又来带领他，好，所以可能安提阿教会呢，好已经离这个五旬节，好，可能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那这从保罗好他在大树好一直到他第2次旅行好到第3次旅行的中间，好几乎都是克劳地格老丢在担任罗马的皇帝的期间。好，那时候犹太的巡抚呢，从耶稣时期的比拉多，那后来到后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巡抚。好，那加上后来是菲利斯和菲斯都，是在第3次布道旅行之后，好，我们会到20章之后，好才会看到这些的巡抚。好，那所以罗马对不起，保罗，好是现在是扫罗，好后来是保罗，好那到主后60年，好大概在主后66、67年殉道，好主后70年呢，好就是这个罗马圣殿被毁啊。好，那这个克劳地预言呢，会有饥荒，果然发生。好，那这个饥荒呢，好在历史上记载是在主后的46年，好46年左右。好，那这饥荒好也维持了一段时间。好，那所以克劳地可以到今天都可以看到这个考古罗马的钱币，还有这个他的雕像，好大概都可以看出他的样子，好，甚至他的出生，好，那他的死亡，好，那都有清楚的日期，好，那他当上皇帝，好，怎么样遭遇，好的这些故事啊，好，在网络上，在维基百科上面，好，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好，这位皇帝，好，那虽然在《使徒行传》没有很明显浓厚的政治背景，好，但是我们如果对这个历史有兴趣，西洋史有兴趣，好，那这些皇帝好在当时是出名，但是这些使徒是默默无名的，好，反倒是现在我们比较认识这些使徒，好，我们就比较不认识那时候的这些皇帝。好，那29节，那果然发生，那所以门徒就决定照个人的力量来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啊。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不仅是传福音的教会，然后他们是教导讲道的教会，蛮有圣灵和信心，有巴拿巴还有扫罗，甚至安提阿教会也有一群先知来到了安提阿，好，那也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好，其实他说普天下将有大饥荒，好，那在这里是这个雅加布得到的指示是天下，这个天下呢指的就是罗马帝国内，好，罗马帝国内，
那也是在克劳地当皇帝的期间会遭遇饥荒，所以这个饥荒呢，那可能那时候安提阿教会就已经开始做了准备，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怎么样去在饥荒的当中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而不会陷入到那个饥荒当中，因为这饥荒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自己平安的度过饥荒呢，他们也有能力去帮助。那他们首先帮助的呢，就是帮助住在犹太的弟兄，犹太的信徒，应该是指耶路撒冷。那这在加拉太书的第2章，还有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还有看到腓立比书等等，看到这些保罗的书信有提到去周济耶路撒冷的弟兄的事情，那可能都跟这次的饥荒有关。那这里说照个人力量捐钱救济那原文不是捐钱原文是指服侍，他们就照个人的力量来服侍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那这服侍应该也是指捐钱的意思。那他们就这样做了，托巴拿巴和扫罗把捐款带给教会的长老们。所以照理说这可能是保罗第2次去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这一次去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那就有在加拉太书也有提到。好，那从这里有提到教会的长老们，那长老们这个在旧约当中很常用，但是教会的长老反倒是第一次出现，所以这里是第一次提到教会长老，因为教会看起来就是使徒、门徒、信徒。好，但是什么时候出现长老，可能也是在安提阿教会的这段期间，但是显然路加他也没有要把这个议题成为一个考古或是研究的议题，那他就直接用教会的长老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安提阿教会的诞生，那不仅是代表安提阿教会的诞生，也是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字的诞生，这个称号的诞生。安提阿教会成员有2类，一个是教会中的犹太人，一个是教会中的外邦人希腊人。那安提阿教会的增长，一方面是巴拿巴他的劝勉，还有巴拿巴的教训，但是也是这群门徒们他们不断的传福音，带来上帝的手、上帝的能力，还有圣灵和信心。那么也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成熟，从无到有的过程。那这个成熟呢，路加显然有刻意的在这边就是说他甚至还可以回过头来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证明呢说上帝也与安提阿教会同在。那这个成熟是来自于门徒们的爱心，那他们帮助需要的人，还有门徒们的同心，他们不会跟耶路撒冷教会计较或是分彼此，因为毕竟耶路撒冷教会也派了巴拿巴来，那这巴拿巴是一个受肯定、受称赞的好人，那所以巴拿巴当然也会为他的母会耶路撒冷地区的教会来关心。那刚才提到这个长老，我们会看到这些长老的用语呢，到14章路加就有提到，那时候有选长老，20章也有提到众长老。今天这段经文，他们看到这位巴拿巴，他从第4章的奉献，到后来第9章的接纳扫罗，还有今天的第11章，他的劝慰，在安提阿的劝慰，整个过程是一个蛮有圣灵和信心，所以也是一个巴拿巴的使徒行传，也包含了巴拿巴的行传。那巴拿巴没有忘记扫罗，那他慧眼识英雄，那他知道上帝与这个扫罗同在，那他也邀请他，让他一同在外邦人安提阿，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第3大城来从事教导的工作。第1大城是罗马，第2大城是亚历山大，在北非，那第3大城就是安提阿，所以这等于是地中海的北边、南边和东边。那称为基督徒之先呢，基督徒这个让我们可以对基督徒这个名称呢，能够再提高一些标准，不要把基督徒的标准降低，都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做基督徒或是我们要自称基督徒，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的人就要知道这群人已经都是门徒，
而且都是传福音的门徒，好是在教会里面好能够来传讲主耶稣好的人，好是基督徒，好而我们不是耶稣徒，好只有讲耶稣，我们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最后就是面对灾难好的预言，好那教会第一方面有准备，第二方面教会也有在灾难当中参与，好那成为像救助协会好1919去帮助需要的人，好不分彼此，好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那我觉得很重要，也是当有这样的预言好在告知的时候，其实安提阿教会他们也在饥荒当中，好，相信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来思想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一个受到外人的肯定，而不是自称，同时也是来自于一群人为主所做的见证。让我们每一次被人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到高兴，要感到喜悦因为这是一份荣誉，是一份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过程，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出圣灵的充满，还有圣灵所赐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爱心还有盼望能够来分享主耶稣的好消息愿上帝你的手、你的能力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婕妤，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清晨照耀，天空照耀，仿佛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美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